咁回應下我本書啦，哪有一天不交易？咁包括期權咧，咁期權就真係唔可以每一天交易嘅喎。咁你可以炒其他，唔一定要炒期權。咁期權咧，我最中意交易嘅咧，其實咧好多人都以為嗰啲比較複雜嘅spec 倉啊，其實連 debit spec 啊、credit spec 啊，我都好少用。我用基本四式，加多個 short angle。我係做 short side 嘅愛好者啊，所以加個 short angle 基本四式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已經係可以應對晒所有嘅市況。咁當然啦，期權講究係咩咧？係時機啊！你啱嘅時機，用啱方法，睇啱方向，係可以賺大倍數。但係咧，我哋點知個時機係咩啊？我哋唔知個時機係咩，所以我哋用大位數、基本四式，其實可以包含晒所有嘅交易。譬如引伸波幅比較高嘅近排我哋偏向做 short call short put 多啲。咁引伸波幅比較低嘅，或者會爆邊嘅就希望輸有限，唔使定止蝕嘅咁我會用 long 去交易嘅。呢個問題咧最多人問啊。我講美國股市先啦。咁由過去一年以嚟，我講啲M7 啦、M7 股份啦。舊年咧好多都爆升爆跌Meta AMD Nvidia 啦、Tesla 啦、Microsoft 都爆跌，係嘛？其實咧喺事前咧，我哋係咪可以做 long call long put？ 好多人最多人問，我 long call long 兩邊，佢爆邊，我咪贏一邊輸一邊，另外一邊輸晒咯。咁我嘅答案咧就係話，你試下因為我講冇用㗎，因為我唔知佢真係爆跌啊定係爆升㗎嘛，係嘛？有好多個例子咧，以舊年到今年嚟講咧，其實10次咧有7次咧係爆升爆跌。你 long 兩邊咧有機會贏，但係有時會贏到，譬如 long put 大跌嘅，有一次咧 Meta， 我記得舊年有一次 Meta 咧大跌 ，long put 咧可以賺到10幾倍嘅。你一開始盤後公佈完業績，咁好辛苦捱到夜晚，終於期權開市啦，先至可以平倉。一開始哇賺10幾倍，咁long call 唔使睇啦，輸晒啦嘛，係嘛，廢紙㗎啦。咁 long put 咧可以賺到10幾倍。講緊週期權講緊週期權，因為最貼市、最多人去部署業績對沖又好啦，或者投機咧，就係星期五到期嘅週期權。因為股票期權咧，佢而家有啲咧係星期三都開埋㗎。我哋講星期五到期嗰啲週期權先啦嚇。咁因為佢係槓桿最大，但係輸得最快，槓桿最大，你可以博到倍數。譬如你爆單邊爆升嘅，你 long call 賺到好多錢 ，long put 唔使睇，平 long call 得㗎啦。但係如果你買單邊嘅話咧，第一你要買重邊，買兩邊嘅話咧，打5折，因為你要扣咗一半 long 錯邊嘅輸晒，唔使睇㗎啦，唔使平倉，一開始已經90%。咁仲有一個風險係咩啊？大家可能忽略咗就係兩邊一齊輸，冇乜升跌。兩邊一齊輸，我 Nvidia 啦，上個月公佈業績，公佈之前190蚊附近，公佈之後咧，盤前盤後即係盤後啦，加埋盤前咧係197蚊喎。long call 嗰啲以為哇賺錢啦咁啊！你一開始睇平唔平到倉，10個有10個都平唔到倉。一開始194，Nvidia 194，你 long call 係賺唔到錢嘅，因為你公佈業績之前咧個引伸波幅咧去到 over 100%，尤其是週期權。你話咁我買下個星期到期嘅咪得咯？下個星期都升到70幾個%，即係比平常咧係多幾倍嘅期權金啊！咁你公佈完業績，無論佢升定跌，啱方向錯方向咧，嗰啲引伸波幅就全部跌晒㗎啦。所以咧，你第一，無論你對方向錯方向，你 long angle 又好 short angle 又好，就係面對一個問題，就係業績之後引伸波幅大跌。越近到期日，槓桿越大，引伸波幅跌得越犀利。咁我試過係做一次咧，就係做過
下個月嘅，即係1個月到期之後到期嘅 short swing 股啊，但係咧做得耐咧個回報都唔係好高喎。反而咧你話業績前部署，第一你唔知方向，買兩邊驚兩邊都輸，買單邊咧驚賭錯邊，不如業績後啊。咁啊依個咧好少人做嘅喎，好少人會業績後去業績後做咩啊？都爆咗邊啦！大家睇下業績後嗰個，我舉一個例子啦，譬如Goldman Sachs 啦，高盛啊，應該係2月初啊，公佈完業績升上1000蚊啊，1050蚊我記得。公佈完業績我反而 short call。人哋話點解唔公佈之前 short call 啊？佢嘅 IV 高啲喎。公佈之前我點知佢係爆升幾多？我唔知，佢可能升50蚊，可能升100蚊，唔知噶嘛。咁我 short call係 short 過1個月後到期，即係個半月後到期，唔會 short 嗰啲週期權㗎。咁後尾咧就沽咗個頂啊！但係 short 因為 short call 都係賺有限啦，雖然沽咗個頂都係賺有限。咁呢個係叫咩咧？業績後先至做 short call，因為起碼我知頂啊嘛，已經升咗啦嘛。我做 short call，我再升我輸有限，而且個引伸波幅開始跌。一開始嗰陣咧，個引伸波幅唔係跌好多嘅時候可以做。啊，另外一個例子就係 Nvidia。一開始197嗱，其實開市盤前咧係197嘅，但係正式開市咧係194。嗱，呢一隻我估唔切，一開始跌3蚊。大家如果有留意到嘅話，盤前明明197、198嘅喎，一開始跌194，話個 call 跌得好快，估唔切，下個月都估唔切，跟住咧就跌啊嘛。記唔記得啊？ Nvidia 公佈完業績之後，當日跌翻落去190蚊樓下，隔日咧跌到落去180蚊樓下啊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業績前 long Nvidia 兩邊 long call long put 嘅話咧，係全部輸晒，唔升唔跌，走唔切㗎啊！咁呢個咧就係我對捕捉業績啊，好多人都話捕捉業績前點去做，我調翻轉業績後先至揾機會去做，趁引伸波幅唔係跌太多嘅時候去做。如果要講晒嘅話咧，可能講2個鐘頭都未講完。咁我簡單講啦。咁主要咧新手咧通常做期權咧都係諗一樣嘢 long 輸有限贏無限。咁呢個出發點係 OK 嘅。我記得我人生嘅第一筆期權交易咧係30年前啊，亦都係 long 啊。我睇過我本書咧，都知嘅。通常我做期權 long 咧都係戶口入邊冇錢啊，剩翻幾百蚊啊！呢個做咩啊？咁啊 long call long put 咯，係嘛，搏下咯。但係千祈唔好以為好似戲劇咁樣，戲劇人生話 long put long call 話不賺爆升咁樣。嗱，首先我哋新手做期權，第一你要知道一樣嘢，咩叫歐式期權，咩叫美式期權。嗱，歐式期權係指大部分係指數嚇，指數全部都係歐式期權，佢係結算嘅。你 long 完之後咧，賺錢又好，輸錢又好，都可以唔使理，到期幫你結算。咁啊，而家好多週期權啊，以前月期權咧，大家可能要到月底先到期，過程可能好多變數。但係而家週期權譬如星期一你去 long 個星期五到期嘅騰訊平保long call long put 咁樣，星期五就到期㗎啦。嗱，呢啲係美式期權㗎，咁期指嗰啲咧係歐式期權，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咩叫美式，咩叫歐式。美式咧你要處理㗎。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咧，好多年前㗎啦，其實唔止㗎，近排新聞都有報導啊，係嘛？近排富途牛圈都有講啊，long 咗 put 賺錢，唔知道要平倉，結果又簽埋放棄期權。我記得好多年前咧，有一個朋友咧做港股 long put 平保港股有一個機制咧係1.5% 超過會幫你自動行使但係咧有時唔超過1.5% 嘅情況之下咧，係當你唔平倉咧係當你放棄。美股就唔同喎，美股嗰個 long side 嗰個機制又同個港股機制唔同喎。咁你 long side 如果入咗價內，你要自己平倉嘅美式期權，大部分人唔知。咁歐式期權咧係可以結算，大部分人咧成日都話結算日咁其實股票期權咧係最後交易日，唔係結算日。咁好多人都講慣咗結算日啊嘛，咁咪價內又好，價外又好，咁結算咯。如果做 short side 咧，你一定會知嘅喎。如果價內嘅話，因為你要接貨或者 call 貨啊嘛。
咁證券公司一定會通知你嘅。你有個倉喎，唔夠錢喎，或者之類啊咁樣有個倉喺度。如果係 long 嘅話咧，你唔記得平倉嘅話咧，尤其是美股冇咗㗎。咁尤其是有啲 ETF 咧係唔可以做沽空啊。美股好多正向反向 ETF 咁我先講正向先啦。你譬如 long put， 但係呢啲係唔沽空得㗎嘛，所以你到期美息咧一定要平倉。呢個咧就係最多新手犯嘅錯。另外一種咧就係咩咧？就係大家都淨係做 long， 但係你要知道嗰個或然率呢個標準差咧譬如我哋 long call 少少價外，或者 short call 少少價外 ，short put long short put 或者 long put 啦，一個標準差以外嘅個成功率咧，其實係得15%嘅。你個贏面係得15%啊，倍數係偶然啊，正常係輸嘅。另外一點就係知道我知道15%贏面，所以你個注碼一定係要點細。做 short 因為輸有限啊嘛，贏有限啊嘛。做 short 嘅話咧，一定係會大啲嘅。咁最後一點咧，就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個槓桿近月份嘅槓桿好高，遠月份嘅槓桿低。所以如果你想做 short call 或者 short put 嘅話咧，一定係做1個月或者2個月之後。做 long 冇所謂，你預咗輸晒先。我 long call 最多輸晒呢一筆 long put 又好，1個月後、2個月後或者周期權都冇所謂，最多輸晒。但係做 short 嘅話咧，你一定要降低個槓桿，唔好俾自己輸倍數。人哋賺10倍，你就輸10倍㗎啦。如果你做 short 啲周期權嘅話。